大家好啊，我係阿肥啊，黃超華，我係今次不再讓你孤單嘅戲中戲嘅原創故事者。咁我成個故事就圍繞住一對男女嘅青春校園愛情故事啦。男主角係會不斷咁用 memo 紙，就好似不再讓你孤單入邊嘅方振東一樣，去提住女主角一啲日常嘅瑣事啊。Hello， 我係飛鵬啊，我今日係嚟做不再讓你孤單戲中戲嘅攝影助理。可以見到攝影師咧真係好認真咁看待每一個鏡頭攞嘅角度啦，咁要小心咁樣去做一個取景，同埋要有好多嘢要顧咯。Hello， 我係幽默，咁我今日就係做收音助理同埋扮主角嘅同學仔嘅收音嗰方面咯。咁我今日舉 boom 嘅時候就初頭姿勢錯咗，咁舉得比較辛苦。後尾有人教翻，咁樣慳力啲，即係會 hold 得好啲咯。我係 Jasmine 啊，今日咧我就做輔導嘅，咁咧我就隨時按 call 嘅，仲有道具啊嗰啲都要跟啦，咁就隨時就有啲咩就要跑噶啦。走啦，拜拜。流程其實係相當之辛苦啦，拍攝環境亦都只係相當之熱啦。今日好熱，好多蚊啦，咁好彩有帶殺蟲水啦，同埋都流咗1公升嘅汗水嘅。我哋今日咧就係夏天，但係拍冬天戲嘅，咁大家都會着啲冬天嘅衫啦，但係都真係辛苦咯。原來一套電影係好難可以拍得成，咁今次能夠可以參與呢個戲中戲嘅拍攝，真係好開心有呢個機會。感覺就係、原來如果呢個原創故事係可以嘅話，係真係會拍成短片，而拍成短片係令到我自己覺得原來寫故仔係真係可以有得繼續落去嘅。希望大家會鍾意今次嘅戲中戲啦。